位評審大家好，我係 Ina， 呢位 Sarah 同 James， 我哋係 Rickature 嘅創辦人。唔知各位中唔中意 shopping 或者買衫呢？但會唔會件衫就着2、3次就擺衣櫃入邊呢？或者你哋有冇啲好珍而重之嘅衣物，等隨住你長大，你覺得擺喺屋企又好嘥位，抌咗佢又好可惜呢？如果有，我哋 Rickature 可能幫到你。點解叫 Rickature 啊？因為 Re 有重新嘅意思 ，Couture 係嘅精美嘅衣服。我哋好想作為一個平台，賦予每一件衫第二次生命、第二個意義。而我哋有2個使命同願景。第一，透過升級再造，讓每一件衫得以循環使用，並且可以減少衣物被拋棄嘅數量，同埋提高香港人對衣物升級再造嘅意識。第二，我哋俾參加者可以親手改造衣物，唔單止可以俾佢重溫過往嘅回憶，更加可以升華嗰一件衫嘅價值。而我哋呢個 production method 都符合咗聯合國第11同第12個永續發展指標。而家交俾 Sarah 我哋講下。咁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快時尚盛行所導致嘅紡織品浪費，令香港嘅堆填區不堪負荷。我哋買嘢嘅時候，好多時可能會考慮想要多過需要，最尾導致衣櫃裏面有好多使用頻率好低嘅閒置衣物。其次，我哋人都會喜新厭舊，即使件衫幾靚，着多咗都會視覺疲勞，甚至可能有女仔覺得件衫 po 個 IG 啦，就唔可以再着嚟影相。最尾一啲仲着得嘅衫咧，都難逃被掉咗佢嘅命運。根據數據顯示，每日棄置喺香港堆填區嘅紡織廢料超過300噸，每分鐘就有1400件衫被掉入香港堆填區，可見呢個問題係幾咁嚴重。咁我哋有啲咩解決辦法呢？就係推出我哋嘅一個產品，客製化嘅衣物改造盲盒啦，去提供客人一個新鮮感同埋驚喜感。我哋設計師參考客人填好嘅問卷，去將佢哋衣物進行重新設計，再以盲盒嘅方式俾翻佢哋，等佢哋可以重新利用嗰件衫啦，亦都可以確保係迎合到佢哋喜好同需求，令到物料可以重新被利用起嚟。第二個問題就係情感連結方面啦，我哋好多時可能會將同人與人之間嘅感情嚟寄託喺件衫度，譬如係我哋結婚時候着嘅婚紗西裝啊，媽媽親手織嘅頸巾衫等等，咁嗰啲衣物呢就會成為咗我哋唔同情感當中有形嘅紀念。但係隨時推移，嗰啲衫可能會因為大個唔啱着，又或者唔再實用，你又唔捨得掉咗佢，咁可以點算呢？就係我哋嘅服務一個 DIY 工作坊啦。客人可以帶佢哋想改造嘅衫嚟進行工作坊啦，我哋就會提供所需嘅配件同埋相關嘅專業技術指導，等佢哋可以喺成個體驗嘅過程裏邊，將件衫重新體驗佢哋嘅實用價值之餘呢，可以再次細味回憶。咁就算冇衫想改造，都可以用我哋提供嘅原料去製造一件獨一無二嘅作品，就好似呢啲用牛仔布改造嘅花束、紙巾盒、一啲儲物盒等等啦。咁我哋點解要有我哋 Rickature 呢？首先喺社會價值方面，我哋成個過程都致力於減廢啦，因為我哋都會喺工廠度收購一啲瑕疵品，去將嗰啲物料重新利用，去減低呢個碳足印。咁喺情緒價值方面，我哋嘅工作坊就好似一個情感抒發區咁，等客人可以再次細味回憶，並且係增加今次工作坊嘅一個記憶、一個體驗感，令衣物嘅意義升華。而喺創新方面，我哋推出嘅衣物改造盲盒呢，目前只此一家。接下嚟就交俾 James 講下我哋嘅行銷組合。係，咁依家就係我嚟向大家介紹我哋點樣 market 我哋嘅 product 啦。首先喺服務與產品方面，除咗我哋有所講嘅 DIY workshop 同盲盒之外，我哋亦都會將我哋產品包裝成興趣班、外展同設計師作品嚟銷售嘅。咁我哋目前而家嘅定價係個人客戶550蚊，學校客戶300蚊，企業客戶350蚊。呢個價錢可以讓佢哋喺2至3個鐘嘅裏邊完成一件嘅改造。咁講到推廣啦，我哋知道而家 ESG 係大趨勢啦，咁我哋會利用我哋公司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嘅優勢，除咗傳統嘅網絡宣傳同網紅合作之外，我亦都會向各個企業推廣我哋 ESG 業務。咁好啦，去到收入來源方面，除咗我哋嘅個人客戶同埋企業合作之外，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商場舉辦快閃店，爭取曝光度嚟到招攬第一批客戶。同時，我哋都會同學校合作，成為佢哋嘅課外活動供應商。我哋目前已經有同3間唔同嘅學校達成咗初步合作。咁講到銷售啦，我哋預計第一年我哋嘅 sales 會係822000，分別係分別係企業客戶、學校客戶同個人客戶嘅總和。預計呢個比率會喺每年以20% 嘅概率增長，3年落嚟我哋會有大約300萬嘅收入。咁講到成本方面，我哋預計3年嘅總成本大約係270萬。咁樣嘅話會令到我哋得出一個數字，就係我哋需要大約1.5年嘅時間達到 break even， 而3年內我哋可以賺取嘅利潤係353000嘅。我哋相信 Rickature 可以作為一個基地，推廣香港可持續發展。多謝。